要去市川動物園咧，就可以搭 JR 嘅武藏野線去到市川大野站。咁啊，徒步30分鐘咧，或者搭巴士去都得嘅。咁啊，一出站咧，唔使過馬路就會見到呢個巴士站噶啦。咁啊，如果喺 weekend 啊或者假期嘅話咧，就會有架車咧直接去到動物園。但係咧，如果係 weekday 去嘅話咧，就要落車之後再行15分鐘先會到動物園嘅。咁我因為平日去啦，咁我就搭咗呢個本14號嘅巴士咧，就去到大野町四丁目度落車。咁一落車咧，行前少少咧，見到淨願寺嗰邊咧，就會有條小路入去。咁啊，行大概12分鐘咧，你就會見到動物園嘅正門噶啦。咁喺呢度咧，強烈建議大家，如果有車牌嘅話咧，揸車過嚟就最方便嘅。因為咧喺日本鄉郊地區嘅巴士班次咧，其實就唔係特別準嘅。如果唔想等極都唔知有冇車嚟嘅話咧，咁一係就的士，一係咧就直接揸車入嚟啦。咁喺動物園嘅停車場嗰邊咧，都有唔少嘅車位嘅。咁喺呢度咧都順手講下點解攀池會突然之間咁紅啦。咁啊，攀池咧佢係一隻馬騮仔啦。咁啊，佢就喺市川市動物園度出世嘅。咁但係咧，佢一出世嘅時候咧就冇媽媽照顧，之後咧就由飼養員咧人工養大。咁啊，但係因為少咗媽媽嘅陪住啦。動物園咧都俾咗一隻好大嘅紅毛猩猩公仔俾佢，咁啊慢慢地佢就好依賴呢一隻公仔，基本上咧成日抱住佢，無論行路、食嘢、瞓覺都會同佢一齊嘅。咁啊爆紅嘅原因咧，主要咧就係嚟自於呢一條片。今日就係攀池咧就俾一啲成年嘅馬騮啦去蝦佢啦，咁但係因為攀池冇媽媽嘅照顧之下咧，咁佢就唯有去揾翻佢隻猩猩公仔。咁呢啲畫面咧，俾人放咗上 social media 之後咧，就非常之快咁樣廣傳開去啦。一方面咧就係攀池好可愛啦，另一方面咧就係好多人咧都好心痛攀池冇咗媽媽嘅照顧之後，會唔會一路都俾人蝦咧？咁所以咧，好多人咧就開始關注佢嘅故事，甚至乎咧好似我哋咁，直接去到動物園揾攀池啦。咁啊，行到咁上下咧，你就會見到一個指示牌啦，就寫住動植物園，就向呢一個方向行。咁啊，見到呢一個牌之後咧，會有條分岔路。咁啊，轉右大概行5分鐘咧，你就會見到呢一個門口噶啦。咁啊，而家畫面見到啦，行過咗呢個單車場之後咧，就會見到呢個動植物園嘅入口嘅。咁啊，我哋去嘅時候咧，咁啱都係櫻花季，咁啊，所以咧順手都睇到啲好靚嘅櫻花嘅。咁喺呢一度咧，都同大家分享一啲同攀池有關嘅一啲資料啦。咁啊，根據一啲統計嘅數字啦，喺2024年至25年度裏邊咧，呢一個市川市動物園咧，其實一年咧大概只係得24.6萬人去參觀嘅啫。咁但係啊，因為攀池爆紅之後，咁啱遇上咗呢一個日本嘅3連休，咁啊有傳啊最高啊單日入場嘅人次啊去到5-6千人啊！呢一個係個咩概念呢？如果一年淨係得24萬幾人參觀咧，咁其實平均一日都係得600幾人嘅啫。但係依家咧就變咗5-6千人，個數字啊差唔多係10倍啊！咁大家而家畫面就見到啦，有幾多人嚟探攀池。咁啊，去到入口當然要買飛啦。咁你眼見咧就會有2條隊嘅，左邊就係只可以俾現金嘅自動販賣機，右邊咧就係有人嘅 counter 可以俾信用卡嘅。咁啊，大家買咗飛就可以入場噶啦。咁喺售票處嘅隔離咧就係入口啦。咁啊，每張飛咧都會有唔同嘅小動物嘅。咁我抽中咗呢個小熊貓同埋狐獴啦。咁入咗去之後咧，你就沿住個人群啦，沿住右邊有條斜路咧，咁樣就可以上去。咁咧，而家你見到咧前面呢一度2樓就係餐廳嚟嘅。咁啊，之後轉左就會有幾級樓梯啦。咁啊，行咗上去之後咧，一直路咁你就會行到去呢個馬騮山嗰度噶啦。咁唔講咁多先啦，咁啊即刻俾大家睇下攀池先啦。
其實咧，除咗攀池之外咧，市川市動物園本身嘅明星咧，仲有呢一隻小熊貓喎。其實咧，呢個動物園咧就唔算好大，但係咧都有唔同類型嘅動物俾大家睇下，就好似羊駝啊、箭豬啊、水獺等等，都夠大家咧喺度花半日嘅時間慢慢參觀下嘅。不過咧，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其實日本動物園啲動物咧，普遍有一個現象。就係啲動物咧，就好似 NPC 咁，不斷喺佢哋嘅籠入邊兜圈，睇到咧令人有少少唔舒服。咁啊，其實唔止呢一個動物園嘅。上年咧，我去北海道旭山動物園嘅時候咧，見到隻北極熊不斷重複咁樣行翻同一條路線，連啲動作都一模一樣。咁我就問 AI 點解啲動物會咁啦？大致就係因為動物園嘅環境咧太過單調同埋空間不足，令到咧被圈養嘅動物因為極度無聊啊，而產生呢個觀感剝奪。好似北極熊或者老虎呢一類需要喺野外長距離走動狩獵嘅動物咧，喺狹窄嘅空間裏邊根本咧就冇辦法發泄精力，只能夠透過重複行圈咧去緩解佢嘅焦慮。咁今次睇完攀池之後咧，都令我有少少複雜嘅感覺。一方面就覺得佢好可愛，另一方面咧就會喺度諗，究竟動物園係咪可以做多少少？例如咧，隱藏下啲食物啊，增加啲玩具啊，定期改變下園區嘅佈置等等，咁啊令動物盡量都可以還原翻類似喺野外嘅生活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去過其他動物園或者有其他睇法咧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講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